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人生唔可能一直都係好順利，每個人都會有遇到生病、失去或面對讓自己感到害怕、無力嘅時候。當困境同逆境臨到，我哋要記得上帝並冇離開我哋，即使我哋睇唔見，佢仍然默默咁工作，使用呢啲痛苦嘅經歷，讓信心、盼望同埋新嘅生命喺我哋心中慢慢生長。那些看起來係毫無意義，只帶嚟痛苦嘅事情，其實亦都可能成為信心開始扎根嘅地方，並且藉着呢啲經歷，幫助我哋學識將一切完全交託俾上帝，那位喺我哋察覺唔到嘅時候，依然持續作工嘅主。今日2026年2月4號係世界癌症日 World Cancer Day。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在逆境中結出的果子。聽到佢又再一次住院嘅消息，我就去探望佢。行入病房，透過嗰扇門，我睇見佢低着頭靠喺丈夫嘅肩頭上，呼吸急促，眉頭就因為疼痛而緊緊皺起。今次佢再次返到去省立醫院嘅腫瘤科，情況係呼吸困難，仲咳出血。我行過去握住佢嘅手，佢輕輕咁同我話：你先坐喺度，等我一陣，我要過去睇睇隔離床嘅嗰位老先生。佢快要唔得啦，但係人仲好清醒。今日早上就要被接返屋企啦，我需要為佢禱告。丈夫扶住佢，佢一步一步吃力咁行到去隔離嘅床邊。佢好快坐低，開始向嗰位老先生分享關於上帝嘅事。佢嘅呼吸明顯好沉重，但講出嘅每一句說話，每一個字卻都清楚而堅定。從遠處我只係睇到老先生輕輕咁點頭，然後喺佢低頭禱告時候，慢慢咁閉上眼睛。佢返自己嘅床邊，同我道歉，因為我等咗好耐。接着佢話：如果唔跟佢講，我驚就再冇機會啦。我好擔心佢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冇得救。我希望佢能夠喺離世前親自接受主。咳出血與呼吸困難嘅症狀似乎冇讓佢忘記上帝對佢嘅愛，相反咁，喺每一個上帝俾佢嘅機會裏面，佢仍然選擇傳講上帝嘅愛與救恩。對好多人嚟講，癌症意味着希望嘅終點，但對佢嚟講，當佢知道自己得咗呢個病嘅嗰一刻，反而成為咗上帝鍛煉佢信心嘅開始，使到佢能夠更深咁經歷主。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，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，骨頭強壯。你必像澆灌的園子，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。以賽亞書58章11節。每當我哋彼此分享上帝喺佢生命中所做嘅工，特別係喺佢面對逆境嘅時候，佢總係不斷咁提起呢一節經文。列王記下第5章提到一位冇留低名嘅小女子，佢身處喺一個極其特殊亦都十分艱難嘅處境中。呢位小女子生活喺以色列與亞蘭長期發生軍事衝突嘅年代，當時邊境時常遭到襲擊，好多平民被擄去成為奴隸，
而佢正係戰爭與政治動盪之下直接嘅受害者。即使喺自己嘅家鄉以色列，佢亦都早已活喺不安之中，戰事不斷，社會動盪，饑荒肆虐。後來有一日，佢被亞蘭軍隊擄走，被迫離開家人親屬以及佢所深深依戀嘅土地，成為奴隸，被帶到仇敵之地，服侍嗰位亞蘭將軍乃縵，亦都係佢民族嘅敵人。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，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。列王記下5章1節。當佢得知乃縵正面對麻風呢一種喺當時被視為無法醫治嘅疾病，呢位小女子憑着一顆善良嘅心與單純嘅信心採取咗行動。佢對主母說：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風。列王記下5章3節。即使佢係被擄成為奴隸，遠離家人，亦都失去咗自由，佢仍然冇對嗰位捉住自己嘅人所患嘅疾病冷眼旁觀。相反，佢真心盼望乃縵能夠得醫治。不但如此，佢更加渴望能夠將佢帶到上帝面前。可能正因為呢一位冇留低名嘅小女子，乃係乃縵家中一直活出誠實正直、值得信任嘅生命。佢口中看似簡單嘅見證，才會有咁樣嘅份量，甚至為一位權勢顯赫嘅將軍開啟咗得醫治嘅道路。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：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說。列王記下5章4節。令人深思嘅係，好似乃縵咁一位身居高位嘅將軍，竟然願意聽從一個以色列小女子嘅建議，而且佢只係服侍佢妻子嘅人，亦都正喺從呢一度開始，乃縵踏上咗得醫治嘅旅程。佢動身前往撒瑪利亞去見先知以利沙，並喺眾人面前得醫治，麻風病完全痊癒。聖經並冇再記載呢一位小女子後來嘅遭遇，我哋唔知道佢是否重獲自由，是否能夠返到家人身邊，或係因此得到獎賞。但我哋清楚知道一件事，乃縵和跟隨他的人回到神人那裏，站在以利沙面前說：如今我知道，除以色列的神之外，普天下再沒有別的神。列王記下5章15節。接着乃縵又對以利沙說：從今以後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別神，只獻給耶和華。列王記下5章17節。呢一位小女子放低自己身為奴隸嘅羞辱與痛苦，佢知道自己必須要開口，讓乃縵認識佢所敬拜嘅上帝，以及佢藉着撒瑪利亞嘅先知以利沙所彰顯嘅醫治大能。佢只係講咗一句看似簡單嘅說話，卻流露出對上帝堅定嘅信心，對佢能力嘅認識。更重要嘅係一顆冇怨恨、充滿愛嘅心。係乜嘢推動呢一位小女子為乃縵說出得醫治嘅出路呢？可能當佢睇見乃縵嘅痛苦，亦都意識到死亡近在眼前，佢心中湧起一股強烈嘅催促，一定要講，讓佢得醫治；一定要講，讓佢唔好再面對死亡；一定要講，讓上帝嘅能力得以彰顯。翻到嗰一位姊妹嘅故事，6年嚟，佢帶着癌症嘅生活，多次出入醫院，頭髮逐啲咁跌落嚟，雙腿因為癌細胞擴散而疼痛虛弱，
然而，當上帝一次一次咁扶持佢，加添佢力量嘅時候，佢仍持續為主作見證，分享上帝喺佢生命中所做嘅一切。佢亦都曾經因為信仰遭遇到家人嘅逼迫與嘲諷，有人甚至認為佢罹患癌症係因為佢嘅信仰信錯咗對象。但對佢嚟講，呢一個反而成為上帝俾佢最有力嘅見證時刻，讓佢能夠向家人傳揚主嘅作為。佢選擇喺信心中持續前行，即使知道呢條路並唔容易，腫瘤仍然擴散，但福音冇停止被傳講，身體仍然承受痛楚，但上帝嘅平安依然充滿佢嘅內心。就喺逆境中，佢嘅屬靈生命仍然開花結果。咁你嘅逆境係乜嘢呢？你正在如何面對眼前嘅困境呢？請選擇喺逆境中與主同行，正係喺嗰度，你會揾到生命嘅意義，亦都結出榮耀上帝嘅果子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上帝，你深深知道我身體上嘅痛楚、心裏嘅重擔，以及我正在面對各樣嘅逆境。好多時候我感到軟弱疲憊，甚至覺得自己已經冇力量繼續往前行。懇求你教導我喺唔明白原因嘅時候，仍然選擇信靠你，亦都幫助我喺任何處境當中都能夠為你嘅愛與救恩作見證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親愛嘅聽眾，你是否正在面對人生中嘅逆境呢？可能係疾病、失去、家庭嘅壓力，或係一啲讓到你感到卡住，卻唔知道應該要向邊個訴說嘅困境。喺呢一切當中，請不要以為上帝已經離開你，其實正係喺逆境裏，佢離你最近，聽見你每一聲嘅嘆息，亦都完全明白你心中嗰啲隱藏嘅痛。如果今日你仍然係睇唔到出路，請緊緊牽住上帝嘅手，將嗰啲你已經冇力量再承擔嘅重擔交俾佢。你會慢慢發現，即使環境仲冇改變，你嘅心卻已經被更新咗。而正係從嗰個看似軟弱嘅地方，上帝要使用你嘅生命，將盼望、醫治同佢嘅愛帶俾更多人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，或電郵至 ciase@oneway.c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期待與你建立聯繫。